模特儿出身的36岁男星张彦明，凭着帅气外形演出多部偶像剧，而他最为人熟知的则是和女星夏如芝的一段情。日前，张彦明遭报警驱赶在自家门口等候的前女友，事后他自称是遇到恐怖情人。不过，周刊取得女方友人说法。他表示，张彦明和该女交往2个月，分手后仍保持身心灵熟悉的好友关系，而当天会起争执，竟是因为100元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张彦明前女友下称之 A 女的友人因为看不下去男方说法，跳出来爆料。他指出，张彦明去年10月至12月间和 A 女交往。分手后仍维持身心灵熟悉的好友关系，甚至约好一起过情人节。就算张彦明还有其他对象 ，A 女还是会到男方家过夜。事情出在13日，张彦明和 A 女相约看微型展，当天各自付钱买票，但女方因少100元由张彦明代垫。到晚餐时，男方开口讨这100元 ，A 女却一时忘记有欠对方钱，因此起了争执。最终 A 女仍还了这100元。事后，张彦明在 A 女返回女方家时，还问对方要不要到自己家过夜。女方上楼收拾行李后下楼，张彦明却已消失。最后 A 女搭计程车到张彦明家，没想到到了门口，男方却避不见面也不接电话，甚至报警，让 A 女成了他口中的恐怖情人。